邪龙大人，这座山只有1800里，飞过去就行。咱们能不能像正常人类一样低调的走过呀？小飞，这个风洞是由世界公认的最强传奇魔法师大魔导师普莱帕斯用尽他毕生所学才打通的，所以不管什么人想要从这儿进，就必须得交钱，懂了吗？算了，玲子，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明白了，邪龙大人。邪龙第7击，我是风暴。邪龙大人，有另外一条路了。现在您可以像普通人类一样低调的走过去了。